沙咀星光大道係訪港旅行團帶遊客必到嘅景點，所以每日由朝到晚，附近嘅旅遊巴泊位都逼爆晒。旅遊巴佔據行車線已經見慣不怪，旅客都要喺車同車中間上落離開。早前更加有旅遊巴司機懷疑違例停泊俾警察抄牌嘅時候發生爭執。有民間團體不滿尖沙咀只係得33個旅遊巴咪標位，批評交通配套唔足夠。最大問題就係話喺區內其實係好嚴重缺乏旅遊巴嘅停泊位，同埋好多要俾遊客上落車嘅地點啦，好似酒店、食肆，又或者係好似星光大道之類嘅景點咧，係一個禁區嚟㗎。咁變咗就話司機佢哋要俾遊客上落車的話，都要冒住被抄牌嘅危險啦。團體以一人一信嘅方式收集旅遊巴司機同導遊等嘅意見，要求政府增加尖沙咀區嘅旅遊巴泊位，並且考慮將尖東巴士總站改為旅遊巴士停車場。香港風雲電視記者黃子淵報道。